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27，诗篇94篇18节安尼讲：我讲我的脚着踏，耶和华，迄时你的慈爱扶持我。大家来祈祷。用主爱扶持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满有丰盛的疼痛甲主爱，看阮做你宝贝，阁是固守保护阮，将万项的恩典甲福分赏赐阮的天父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的怜悯，阮要学习你的性命。主啊，你用无限的疼来疼阮，阮只有用一生来回应报答。阿爸爸啊，当阮伫世间的路走袂实，当阮的脚行着踏，伫阮艰苦绝望的时，你牵阮的手扶起阮，你派阮伫你的境界。因为你疼阮，阮就通得到福源甲愿望。感谢你，因为有你，阮就无孤单。因为迄时，你用慈爱扶持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伫咱行着踏的时，用伊的慈爱扶持咱的主。求主帮助，互咱每一天也游玩欢喜来亲近伊。因为伊疼咱，咱就无孤单；因为伊疼咱，咱就要得到福源甲愿望。愿主的疼时刻甲你三角伫底，耶稣疼你，赐你平安。